咁次邊我都想講一個股票係乜嘢，就係頭先我講到嘅葉蘭係一個比較高預期嘅一個方向。咁我仲想分享一個股票就係維帝技術。維帝技術，大家睇呢個有呢個標籤可以話係我每次同大家講都係會貼都係會貼維帝技術。唔知我大家有冇把握到呢個股票？今日4月21號，今年2月12號，舊年連續舊年已經分享咗3次，今年已經2次。維帝技術，我去睇下佢嘅走勢。舊年1月11號雙11啊，雙11係幾時？差唔多呢個位置，就係呢一個位置160，已經係翻咗1倍咯，翻咗1倍咯，呢個位置160，而家已經係320啦，接近320啦，已經係翻咗1倍。維帝技術，咁點解可以翻咗1倍？核心兩個，一個係葉蘭，一個係一個係電源，葉蘭同埋電源。咁我喺前我點解我呢個股票我咁睇好，連續同大家分享我前同大家講就係我經常會參加一啲技術嘅發佈會。前面同大家講就係我參加過呢個維帝技術嘅一個展覽，我當時同嗰個負責人我傾得特別好，同我傾得特別好就話俾我嘅信息就係話，當時係2025年，就話呢2年嘅呢個產能完全係供不應求，喺度招人，喺度乜嘢，喺度好大力咁擴產緊，俾咗我呢個信息所以我會翻過嚟之後就同大家一直同大家去講佢嘅一個超預期嘅地方。大家睇下呢個位置，你喺佢嘅當時俾我嘅呢個產品嘅呢一個說明書我仲保留嘅，放喺辦公室。你喺呢個位置乜嘢 logo 就係英偉達嘅 logo， 而且當時仲同我做一個影咗張相，動漫風格嘅一個AIGC 嘅一個風格呢張相。所以維帝技術隨住呢一個葉蘭嘅今年全葉蘭嘅一個應用，維帝技術我認為仲係有相當高嘅預期。呢個都趁住呢個 Google Cloud Next 嘅峰會，仲打咗一個update 更新一下高嘅預期。好啦，